有一寡民众会食鱼油来补充 DHA， 台团队嘛发现讲，这块营养素咪当用伫减少泌尿道的感染哦，咱做伙来了解。伫拄着讲讲解预防感染的新应用，台医检研究团队由各国会支持，加生活中定定看到的 DHA 加创新的细分子化合物 SC5005结合，结果发现有强大杀菌的活性。 而且会当有效程度倒流讲内面的生物膜，降低感染的风险。生物膜是当细菌它附着在物体表面的时候，它会呼朋引伴，然后形成一个小型的生物聚落，阻止抗生素的攻击，甚至阻止我们人体免疫系统的攻击，可以造成反复感染的主要原因。那因为这两个都是一些小分子，所以它们可以穿透一般抗生素难以穿透的这个生物膜，然后进而杀死生物膜里面的细菌。像倒流讲，若是形成生物膜，可能会造成泌尿道感染。 甚至造成腰子衰竭或者是败血症。目前全世界大约25%的成年人大院时阵会用倒流讲，而且有75%使用者会出现感染。若发生这种情形，只好拔起来搁换新的，增加患者的痛苦。因为团队创新研发对临床病人放起来倒流讲来看，会当清除95%的生物膜，而且不会受到细菌的种类加抗药性的影响。 那我们就是希望说，把我们的药物加在生理食盐水里面，然后以点滴的方式滴入到膀胱之后，进行一个灌洗的动作。我们的药物对于静脉导管上的生物膜也是有效的。我们试着去了解说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清除生物膜的组合，可不可以协助牙科去清除牙菌斑？对生物膜，伫咧倒流讲、静脉导管，抑个人工关节，甚至是稳形目镜、去骨痕斑等部位容易出现。 所以团队所落来会继续调向相关领域来推动，希望会当赶紧将研究的成果转化成这实际医疗解决方案，提供感染防护的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